開閘嘅時候大家早晨，快閘嘅馬咧，好馬中間有呢繼隻就傳閃星輝煌啊，響埋邊，數數字天文啊走咗上嚟噶啦，最出嗰隻係安如啊，第4位就安晴啦，後邊嘅3匹馬直線力山，尾位置粉紅眼罩咧，咁啊有競速威龍啊，暫時帶到去個馬匹係嗰隻美麗同享嚟噶，好啦，接近14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嘅馬咧就數字天文啦，咁啊中間位置有閃星輝煌啊，外邊有安晴跟住個第3，咁啊3有馬拍住咯喎。第4位嘅馬有直線力山啊上咗嚟啊，內欄第5粉紅眼罩有競速威龍啊，安如就褪咗落去尾二先，暫時殿後仍然有嗰匹美麗同享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嘅段處啊，大家個位都已經係定咗噶啦，埋邊放嘅馬呢就數字天文啦，安晴原來走咗上去第2位啊，後邊馬閃星輝煌第3，內欄第4競速威龍第5就直線力山啊，安如呢就褪咗去尾二先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美麗同享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數字天文咁啊都喺埋邊呢，就自己嘅順放啦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呢，就有呢隻就安晴嚟噶，埋邊呢，第3位有呢隻呢，就競速威龍上咗啲啦，出邊第4位粉紅衫粉紅帽閃星輝煌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直線力山。安如啊，掟到最出係嗰隻美麗同享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嘅。咁啊，見到串內欄上噶嘛，有競速威龍，中間追閃星輝煌，大外檔嘅美麗同享啊。最後200米，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閃星輝煌追緊佢，入邊競速威龍擠咗段唔多，出邊冚咗一段又係唔多嗰隻美麗同享，最出呢仲有隻安如啊。最後100零米，數字天文游刃有餘啊，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。第2名嘅馬呢，好近啊，埋邊競速威龍最出啊，安如好遲先撻得着啊。第4名安晴又上返嚟同閃星輝煌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數字天文咁啊嚟到香港第3回合啊，首度出戰級制賽3級賽100週年紀念銀瓶，以拋離對手嘅姿態。